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今仔日咱来讲疫情。国内疫情会使讲进入一个高原的坎站，顶礼拜到今一天增加8万、9万，今仔日16万，无雄雄称真悬，嘛还未看到稳定的降低。为指挥中心公布的数字来看，咱的全职病房、防疫旅馆空床率较侪4成，抗病毒药啊、快筛剂、预防射量拢有够额，会使讲咱即马是有才调来救动放轻。最近的发展，咱观察到较侪80岁的族群，一直占死亡人数5成以上。过来，若看另外一个指标，死亡人数内底3成是长照机构住民，老大人真正是咱重点爱保护的对象。幼囡仔动情死亡，嘛致使侪家长咧烦恼。即马咱6岁到11岁儿童第一档预防射注射率突破15%，咱过来安怎进一步保护咱的囡仔甲老大人？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医师。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线顶国家卫生研究院周彦宏研究员。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今仔日本土确诊人数是6万外，死亡增加109个，若是儿童重症的部分增加3个，拢是脑炎吼，即马拢已经好离出院啊。即马南部的确诊人数渐渐在增加吼，因的医疗量能有较安康的状况，这咱爱来关心。过来，确诊人数日日在增加，儿童重症、脑炎的这个代志吼，家长会烦恼吼，即马。一儿童开始注预防射，6个主要的城都增加5岁到11岁儿童预防射的大型接种站吼。过来，咱看到长照机构的住民，占死亡人数比率较悬吼。副总统赖清德望开药的速度会当搁较紧吼，爱控制伫24点钟内底。这个问题，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大先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疫情记者会。昨天本土病例增加的20042个，哈，那比前几天的话少了大概1万多人，哈，那境外移入的有61个。那今天新增的468名的这个中重症的个案哈，那所以累积目前是5285名的中重症，那另外新增109例的死亡，所以目前累积到1312例的死亡，有新增3位这个脑炎的小朋友的个案，不过病况都已经顺利的治疗之后好转，也出院了哈。那我们目前累积的这个儿童的重症个案，目前是总计25例哈。那一般防疫的措施，我们6月1号起，跟到现在一样，基本上这些戴口罩相对的，这些防疫措施是没有改变，请大家还是要遵守。我们从中央再拨补这个疫苗下去做这个施打。第二个部分，我想我们会用这个公立医院来协同这个做这个作业。那么初步的规划我们都是规划在室内，因为最近天气也比较热了那怕这个孩子他们酒后，那我们都规划在室内。观众朋友，咱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周彦宏研究员周老师，即摆伫线顶吼，咱即摆来请教周老师吼。咱即摆看到咱的本土确诊人数累积到达接近200万人吼，咱本地是掠讲可能会有350万到400万人会来确诊吼。照这个趋势来看，咱敢会当讲这个疫情最后阶段，咱已经行一半。即摆咱来讲吼，咱即摆上好的观察的重点吼，就是讲咱即摆北部的部分，即摆疫情呢有开始咧所谓钝化的作用。什么叫钝化的？就是人数慢慢咧无像咧前礼拜前安尼增加较侪啦。但是咱较注意的是中南部，那中南部的部分呢，即摆疫情呢开始有较严重淡薄。但是这拢是咱的预测会使。预期会使看到的所在啦，安怎讲呢？你若讲以咱即摆以新加坡，也是最近咱较近的就是纽西兰的案例吼，因咧爆发的疫情的高峰的时阵吼，是在2月到3月进前，2月到3月迄阵时阵吼，引起每伊的疫情爆发的人数吼，是10万以上的人数吼，
维持上少1个月到2个月。吼，以纽西兰为例吼，伊是人口才600万人，但是因的感染的人数吼，会使在短1个月时间，2月时阵吼，2月底时阵吼，称个10万人，一天10万人以上。但是这个维持的高峰的时间呢，会使维持差不多2礼拜所在。好，咱即摆咱推估，因为咱的台湾的人口吼人较济，咱是2300人，是差不多伊的4倍到5倍的人数。所以你来看的时阵，若是讲伊的 RT 值吼，感染传播率若拢共款的只，佫甚至就是咱即摆打疫苗的人数的百分比吼，甲纽西兰是差不多的状况来讲，咱即摆差不多嘛爱维持伊即摆高风所谓的高传染病的人数来讲吼，嘛上少爱佫2个月。啊，咱这波疫情是从4月开始到即摆，所以我即摆是有开始咧。算乐观啦，就是讲咱看起吼，应该是到5月底要到6月初时阵吼，疫情就是慢慢会落来。免怎讲呢？因为讲咱是即摆大家也是即摆真骨力咧拍疫苗，头一个用啥即摆咧拍，第二个就是咱即摆18下以下的一寡族群吼，就是婴幼儿啊、甲囡仔、青少年这部分吼，即摆咧拍的人数。百分比拍第一剂内底有16.9% 的，所以即摆吼疫苗的状况吼拍得真好，所以慢慢啊，咱即摆会检验的人数会慢慢会降低，所以我即摆认为是讲吼，到5月底就是后咧这礼拜开始，就是到后礼拜，咱即个所谓的检验人数的高峰期会慢慢咧降落，吼，这是我即摆目前的看法。朱老师，照你安尼讲，咱台湾的状况敢会甲纽西兰迄个曲线有接近？哦，淡薄仔共款无，淡薄仔无共款。共款的所在就是讲吼，因为咱即摆所谓有算起来就每100万人口吼，咧算是咱即摆减到差不多20%，吼，咱要到20%去啊。啊，纽西兰伊即摆吼，伊甲高峰期就是2月底时阵吼。伊100万人要到，就是伊的人口数吼，差不多30%的人有检验到30%哦。但是伊这个时间维持要2个月，就是伊才要到3月底时阵呢，伊一寡高峰期就落来，哦，检验人数就开始落来。但是你爱看的，迄就是因为疫苗一拍，所谓的整体的防御力吼拢有够。咱即摆台湾吼，精神就甲纽西兰要共啊要共。啊，咱即摆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因为虽然咱即摆疫情看起来足悬的，但是呢，因为疫苗打施打率悬，咱即摆所谓的轻症甲没有症状的感染人数足悬的，是99.7% 的。所以即摆来看，所以我感觉吼，咱的共款的所在就是甲纽西兰的时间吼是差不多，就是讲伊的高峰的传染的时间，但是。较淡薄爱注意的就是讲，咱医疗量能来讲，因为咱人数多咧，医疗量能是毋是有法度维持重症甲中症的人会办法得到完整的医疗的照顾，吼，这就是咱爱注意的所在。啊，若会使者，其实咱的死亡率、重症的死亡率吼，重症率甲死亡率吼，就慢慢就会降咯。吼，这是我乐观的所在啦。是，多谢周老师。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吼，咱即摆来看今仔日增加的人数吼，双北甲桃园增加是22000人，啊，若是来看台中、台南、高雄增加差不多2万人吼。咱顶礼拜何必香老师有讲过吼，根据无共所在人口的这个密度无共哦，这个疫情在发展的这个速度嘛是无共。咱即摆双北甲嘉南。桃园吼，确诊的人数渐渐在平稳吼，这个时间煞南部的确诊人数渐在增加，嘛考验到南部的医疗量能。这个报道咱大猩猩来看。高医急诊室外口穿着防护衫的工作人员载了病患全面消毒。高雄确诊病例数连续几天关过台北市，显示南部疫情咧拖。有民众顶礼拜落带确诊的父母到高医急诊室，伊讲长工等6点外钟才离开，过程当中佫看到有女子抱着规身软膏膏的阿婴仔，等2点外钟还未看到医生，互伊非常唔甘。距离至少20-30公尺以上都可以听得到
妈妈在那边嚎哭，说谁来救救我的小孩？谁来救救我的小孩？林先生甲规个过程发表伫个面册社群，得以回应。当时大多有确诊的阿姨仔出现同情的病况，医护人员咧插管全力救治，才请民众等待。不到1岁，呼吸窘迫哈，那可能需要插管，这是属于重症的个案。所以在我们急诊室现场在处理这个个案的时候，就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心力。病毒量还蛮高的啦，可能有时候自己没有确诊，可能到这边来一次就会确诊。就3、4个小时也有，但你觉得是可以体谅的？可以。可以表示有甲民众讲嘛，诊治了现场所有民众，建议厝内若有确诊轻症的儿童，会当利用快筛阳性门诊，减少着等待的时间。但医疗量能非常紧迫的状况，嘛出现伫台南。成大病院急诊室表示，阳性就是确诊的政策上路了后，急诊的人数甲过去高点比起来，增加1倍到2倍。开出来这个床数呢，是几乎全满的哈。那我们甚至要启动到像各位所了解的有些并不是内科或感染科、胸腔科的医师呢，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战局了哈。成大表示，收治的病患中重症的人数慢慢增加，病院医疗量能强要满起来，嘛烦恼若是疫情继续拖，中重症的人数增加，可能有病院亲像进前北部医疗放弃的状况。记者王柳婷、并交款温正平高雄台南报道。好。就医师，咱看到讲到南部的医疗量能有较安康的状况吼，毋过咱先转来讲北部，你伫第一线敢有感觉讲咱北部的急诊啊，还是讲 PCR 遮的人有较减少咧？这个吼，咱爱搁观察啦吼。今仔日若讲吼，发现讲咱有6万几个吼，比前一天是减万几个吼。其实咱爱看吼，咱每一摆吼，伫咧放假的时阵吼，人数拢会较少啦吼。尤其是吼最近吼1、5月2、6月时阵开放讲吼，所有的吼若快筛阳性的人吼，会使来诊所吼，用迄个吼通讯的关系吼来做一个较紧的通报嘛吼。迄个时阵吼，像阮诊所吼2、6开始吼，一天可能都是2位数吼，20几个啦吼，10几个啦吼。当然拜6的时候，阮就敢若看半工尔，人数就较少，可能剩10几个嘛吼。咱会讲吼，若礼拜还是无开。所以这个无开的时间吼，阮的官方的 APP 内底嘛是真侪人讲啊，伊想要来甲阮通报这个确诊，我讲阮今日就无开啦吼，因为伊都爱去找一个当时有开的诊所，才有法度甲伊做这个处理啦吼。所以拜6礼拜来讲吼，迄诊所有休困的时间吼，这个通报人数会较少，因为古早吼，咱若是快筛阳性的时阵吼，伊就爱去做 PCR 嘛。即摆免做 PCR， 真侪人拢惊去动片啊，惊去遐去外口嘛。伊想讲吼，伫咧厝的内底吼，敲一个电话来，咱用视讯的方式吼，就会使甲通报。所以大部分人拢会利用这个方式来做这个较紧的通报嘛。但是这拜6礼拜吼，因为诊所无开其实我本身吼嘛，顶礼拜甲顶礼拜有去参加吼，迄个咱的松山机场吼，3总吼办的还是迄个伫迄个咱的中正纪念堂吼，是台北营总办的迄个 PCR 迄个采检站，迄阵是吼拢爱去做 PCR 才会使会使较紧啦吼。迄阵敢若是迄个居家隔离的啦吼，自主防疫的加迄个居家的迄个检疫的人吼，才会使用这个方式来做较紧。尾也是开放65岁以上的老大人啦吼。但大部分人拢爱去做 PCR 的迄个采检。所以迄阵的时阵吼，人数非常非常的多无应该吼，伊拢无法度通休困啦吼。那即马吼开放讲吼，全民拢会使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迄个通报的时阵吼，其实遐人数就较少啊。周医师，若是有一个病人吼，伊快筛阳性了后，伊用线顶来看诊，还是讲摕迄支快筛剂到你的诊所来确诊，差不多要开多偌济时间？其实吼，咱安尼啦吼，比如讲伊敲电话入来啦吼，其实阮即摆吼，咱去诊所吼嘛有本来患者爱顾啦，吼我嘛是患者爱顾嘛吼，即摆业务搁做多吼，这是其中的一项尔嘛。阮有时有时间，即摆嘛是爱去支援迄个注射站，吼是甲去学校甲囡仔注疫苗嘛吼，所以其实大拢真无用啦。所以爱排吼，因为咱伫迄个线顶吼处理一个迄个 case 吼，甲咱吼即个临场看。
进的时阵吼，差不多要2倍至3倍的时间。吼啊，有的年纪较大，你甲讲吼要安怎排吼，要甲翕相下吼，爱佫超足久的啦。啊，有的是手机啊无啥会晓算啦吼。啊，毋过迄种无要紧，咱拢是有耐心啦，啊加班吼，甲伊处理完啦吼。啊，这个吼，迄个一个人数吼，像我今仔一个早起吼，我今仔早起有看门诊嘛，一个早起就差不多20桶的用这个方式来做这个吼确诊吼。啊，若无遮的人吼，拢是古早爱去排列嘛，吼去排列做 PCR 嘛。啊，其实迄阵采检站大家甲塞落去了吼，有诶就是迄车来数吼，像迄中正纪念堂迄吼，就是赛车就使入去的。啊，规车吼内底有诶3、4个，我们就甲采检安尼啦吼。啊，所以讲，阮即摆还佫有一寡伫遐咧支援的迄个咱的迄个诊所的医生吼，即摆吼人是较少啊，但是阮仔是去甲支援，因为吼病院内底吼，遐医生通倒去从病院内底的代志。因为我迄刚去的时阵吼，有拄着一个急诊的医生，我迄刚是早起去，啊下晡到暗时吼，我倒去诊所看门诊。我问讲啊你吼今仔来是爱偌久？因为咱是早起8点到12点，啊12点到4点是一班，4点到8点是一班。伊讲吼伊吼今仔日规工12点钟拢爱伫遐，是中午落去吼食饭的。你知影讲阮穿迄领衫吼，迄穿吼爱1-2分钟的，啊烫起来要搁消毒嘛可能爱一段时间，啊伊搁食饭来啥吼，大家来替换啦吼。啊但是阮去的人，我反正我4点钟，我讲恁去休困，啊，阮尽量甲你做，我们再换班嘛。啊，伊嘛是真可怜伫的吼。其实咱急诊的业务，像头拄仔讲吼，哇，急诊吼，啊，什物迄个红眼啊，无人去看，即吼看了嘛真心酸。其实吼，迄有一个问题啦吼，咱吼即个小儿科吼，因为咱即摆囡仔较少吼，病院拢较无爱投资即个小儿科啦，因为小儿科遐动静的遐吼病床啦吼，遐设备吼，其实吼一个大病院吼，小儿科拢是了钱的。是。因为囡仔少嘛。啊，你若投资遐设备落去吼，囡仔少根本就吼，医师拢是靠别的迄个科学的吼去赚的钱起来甲补的嘛。啊，普通时啊你是无要紧啊，但是即摆代志出来的时阵啊，可能就较无够啊。所以即摆大人的即个吼，即个专职病房这吼，其实咱有够。因为即摆伊吼较分流了真好吼，分流了真好就是讲，迄个轻症啦吼，啊，迄个无镜头的咯，还是较无风险因子的人吼，伊就伫咧厝的。啊，即摆吼，阮就是分派责任户啊。比如讲，即个人吼，今仔日较紧。吼，较近了后，我会看讲，啊，这个人是毋是爱住院？啊的时阵，我就甲转去病院。啊，若较近的时候，啊，你伫咧厝休困，我就开药互伊。吼，还是讲伊爱食迄病毒的药，我拢会使开互伊。啊，我会甲讲吼，伫咧这7天你咧隔离的内底吼，我就是负责爱照顾你的健康。吼，啊，这7天内底吼，你有啥物问题吼，你随时也甲我讲，我会甲你处理安尼。啊，咱来甲迄个病院内底迄个病房吼，留互迄个吼较动静的人，啊，遐医生吼会使专门去。照顾遐，啊一寡吼，阮来甲即个轻症的伫吼，伫咧社区来甲照顾吼。其实咱台北吼，也是做了即马吼，还佫袂歹啦吼。所以讲，其实台北的迄个医疗能力吼，湘北市吼是全国上悬的嘛。啊，即马是听讲吼，啊咱来去中南部的时阵，遐的迄个吼医学中心啦，吼迄大病无遐尼多，啊有法度吼去甲动遮个代志无吼，咱是烦恼遮个代志嘛吼。但是吼。因是较慢吼，其实阮医师公会啦吼，逐礼拜啦，大家拢有咧开会讲，啊恁北部安怎创，咱南部安怎创，大家拢有一个交流的计划伫的吼。啊，即个时阵吼，伊会看讲，阮即马从啥有拄着啥物困难，啊因吼先有方讲，啊恁吼这照顾这轻症的，咱先甲这吼甲传落好势。啊若正经大量的迄个伤患来的时阵，咱基层的医师甲这个轻症拢甲接过来，吼。啊包括要开药啊，像我本身吼，我除了吼伫咧病迄个咱的迄个诊所内底吼，啊我有去支援啦，去注射啦，有时我嘛去人迄个中道机构内底吼共注射，也是讲去迄个学校吼，甲迄个学生囡仔注射。啊本身吼台北市吼有真侪中道机构吼，伊吼即马病院吼无法度去顾啊。本来迄个机构吼是有诶吼，迄市立病院讲啊，你顾多一个吼，伊即马无法度啊。其实吼伊都无力啦，所以阮就去甲吼，好多认养啦吼。譬如讲我有几个迄个中道机构是我咧管诶，顶礼拜时吼，迄个中道机构就发生感染，一群吼有20-30个啦。哦，伊就来通知我，我就紧去甲处理嘛。啊，无以前这拢爱，咱真诶拢爱送病院。啊，若20-30个一群送去病院诶时阵，啊病院就挡袂牢啊。啊，但是咱吼。伫咧甲处理你的时阵，那药啊开的吼，即摆开药啊嘛较好啊，因为吼，古早要开迄个药啊，迄药啊吼，咱拢毋捌用过。讲实在，咱要开互患者吼，心内会虚呢，毋知食落会安怎呢吼。啊，讲吼佫吼，啥物千几项的药爱调整的啦吼。啊，其实吼，有诶医生毋敢开，啊，但是即几礼拜吼，阮诶医师公会啦，啊，佫吼一寡学会吼，咱有办一寡演讲，互咱知影讲这药啊要安怎去使用。所以即摆医生嘛较敢开啊。啊，诊所吼，我以前无，我开的时阵，迄患者爱摕去
特别的所在，咱领会到。我即马我的诊所嘛有啊，所以病人来的时候，我会使直接摕互伊，伊也真方便。所以即马开药啊吼，应该会搁较紧，吼，就是才会突破去啊。啊，搁吼，那副总统讲吼，副总统讲爱24点钟，敢需要遐久？是，伊个吼，伊24点钟以内啦吼，伊是讲长条机构遐老大人嘛。啊，像讲吼，我进前吼，我的机构内底吼，20-30个。啊，我无药啊嘛，对不对？啊，我来看时，我来去联络，吼，看要去倒位摕嘛。啊，即摆我有药啊，来我遮领摕转去。是，吼，安尼就真紧啊嘛。是，吼，啊，我无够，啊，这个再过去领安尼。所以即马吼，慢慢啊有即个像即个轨道之类啦吼。所以我想吼，中道机构吼，即个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喎。伊遐一个着吼，拢规拖偌久的，拢安尼。这咱稍等再来讲吼。咱观众朋友，咱即摆先来看吼，咱来看一个最近80岁以上的人占死亡人数的比率。咱看为5月23统计到5月30号，咱来看50%、52%、65%、58%吼，这个拢总统计起来，拢总是5成以上。叶医师，这状况吼，伫台湾，咱的死亡人数内底占一半，拢是85岁。80岁以上的人，也就是这个病毒攻击老大人足厉害。啊，咱台湾这个状况，甲英国还是讲世界各国比，敢有真特殊？其实差不多，就这个病毒拢咧攻击这个是大人，差不多40岁以上的迄个危险都会升到足悬的。就啊是50岁、60岁，拢会愈来愈悬。每一个国家的情况拢差不多，所以台湾嘛差不多。但是台湾的预防线拍甲比纽西兰佫较无好，啊，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啊，若是预防射甲老大人的死亡率，敢有一个相对的关系，就是注较满的死亡率会较低。注好注满，咱台湾目前的资料是会降低这个死亡率，差不多差不多5到7倍左右。但是国外的资料是较悬，小寡对。所以你拍好满甲无拍的人，你的死亡的这个几率啊，会差7倍。是。啊，看起来咱即摆需要时到时担当啦，都是咱老大人注射率可能无到9成以上，亲像英国遐尼悬。啊，若是即款的状况，咱即摆安怎做较好？所以你要把这个预防射拍好满，爱持续做这个努力啊，对。啊，另外，阮较好的情形是，阮即摆有这个药啊，阮比足侪国家会发生这个 Omicron 的时阵。更较晚，所以别个国家咧发生这大流行的时阵，伊其实是无药啊的。阮即马是有药啊，所以阮的数字应该是会较好淡薄啊。但是阮嘛卖甲这个预防射给放好去，爱持续甲这个老人讲，你紧甲拍好满，再加上这个口服药，你的死亡的这个几率啊，都会就降足低。是。就医师拄则讲到，迄抗病毒药啊，吼，迄个甲1000外种的药啊，你都唔通共同来使用，可能有即个交互的作用吼。啊，你开会了后，你讲医生感觉即摆较有信心吼。毋过，迄个有交互作用的药啊，就袂减少，敢是有一寡春秋的空间，还是讲闪避的方法？是啊，伊个吼本来吼，咱若讲一项要去对吼，啊你我就对袂了嘛吼。无即马吼，咱嘛是，因为咱即马有一个较好的好处，就是讲吼，咱健保一个系统吼，啊一个人用啥物药啊吼，伊拢有伫咧内底嘛吼。啊伊即马做一个做 API 内底，咱甲插落去了吼，啊讲我要用这药啊的时阵吼，伊会有一寡吼，互咱一寡指示，咱免查安尼查讲安尼规个拢去查就对。所以讲，即个老大人吼，伊有咧用啥物慢性病药啊，大概都几项，比如讲吼，伊比如讲糖尿病的可能较无要紧，吼啊可能吼甲倒一项，比如讲迄个吼，迄个是心律不整的较有要紧吼。啊你看迄项，你若甲插落去了吼，其实伊会使甲你检验讲，有红点出来无安尼，所以这是减轻阮真侪负担啦。吼，减轻伫的啦吼，啊无吼，即讲实在，进前头要开吼，嘛是无啥敢开，惊讲，啊你吼，无开无代志，开落去，等到食药啊，怎啊出问题伫的吼。所以咱即马开的药的速度会较紧，因为吼有几个第一点就是讲，咱医生较有信心嘛，伊较有了解对这药啊，吼，包括要安怎用，吼，要安怎用。啊，第二项就是讲，咱的资讯系统吼嘛真好伫的。啊，咱吼遮尔侪年来吼，咱的健保吼已经发展出来这吼，会使互阮真大的帮忙。吼，所以咱开药会较有信心伫的啦吼。啊，即马嘛是讲药啊吼，你会分来到我的诊所吼，像阮台北市吼嘛是可能200几斤，就是咱咧照顾。
顾者的迄个较真者伫咧厝的内底，伫迄个照顾的这阮会分到这药啊。吼，毋是逐间拢有啦，因为迄药啊咱嘛真贵伫个一贴一个人食可能要2万块的台票嘛咱嘛是爱看讲伊真有需要。上惊是一寡少年的来乱讲，伊要请保险，若无食迄，若无摕到迄伊保险无通请啊。实在有够来乱的。第一点伊就无需要嘛，第二点会点路啦，拢了足侪时间的。其实我嘛是拢甲伊有耐心甲伊解说啦其实这个代志迄个保险其实这个保险。落去的时阵对咱即摆这医疗人员困扰真大。当然你若讲你较紧，我要开诊断书，迄是你的权利嘛，我开互你嘛，迄是不要紧啦。但是有诶，伊讲你无食着这，你因为你无住院啦，无中重症啦伊若亲情无食着这抗病毒的药的时阵，迄可能伊摕袂到迄个保险金伫的。开玩笑，我医生哪会使听你的话，对毋对？有的人你甲讲的，伊是会听啦；有的人可能会愈较久啦。我听到真侪阮即个讲即个同事啦大家咧嘛是拢有拄着即款代志啦。但是即个代志都发生只好耐心甲处理掉啦。我是感觉讲咱这防疫内底其实咱的医疗是一个真大的因素，但是有真侪其他因素会来甲咱搅扰。譬如讲保险这个，对，来保险这啦因为迄保险人都已经报起来，迄毋是阮会使去甲决定的但是阮照阮的迄医疗阮的专业来讲，你该食就食，无应该食就无应该食，嘛袂使讲这药真贵，我就无互你食若无应该食的，你就莫来乱迄毋是讲我若医生听你的话，我就互你伊摕转去嘛，无一定咧食。那照安尼讲起来，其实医疗骹手是一个量能，时间嘛是一个量能，你若是互一个病人拖半点钟、40分钟，这嘛是了量能的。这还佫一个问题嘛，佫真大像讲我知影有诊所阮是人较少嘛，诊所是个规模较细嘛，病院是规模真大。进前是讲哇，一人确诊的时阵有的人爱登去厝的隔离，结果呢内底骹手就无够嘛，即马就放较松讲，你确诊了互你提早转来，你安怎做试验做一寡筛检你才会转来。若诊所会侵害，像我的迄个有这书有一个伊就确诊，我有2个有这书，另外一个伊就只好拢总伊上班，但是伊嘛足辛苦的，为早起到暗时安尼，即马患者佫济啦，啥伊足艰苦的啦有的迄个我知影有的迄个诊所因为有的人伊的厝的人不爱互即个伊的时岁去诊所上班，讲这足危险的你若惊去会确诊啥，佫有的人就是讲伊。毋是伊家己确诊，是伊的囡仔确诊，伊踮咧厝爱照顾伊的囡仔，结果照顾了伊嘛确诊，所以阮迄诊所迄个骹手嘛是真无够伫的啦，因为阮人若无够，人本来就少你若欠2个，甲迄个伊病院遐尼大，欠几个迄差就差足济，所以佫有的人会失职嘛。讲来遮上班，伊要来，但是伊的厝的人不爱互来，所以这问题嘛真大。是讲这个医疗这个进步咱爱佫坚持落去啦。但是这款代志阮在中南部的医生嘛是讲阮医师公会阮的迄个理事长是立法委员嘛伊就对这真清楚伫的区委员阮逐礼拜拢有咧交流这个代志。讲咱北部发生啥物代志？你南部即马患者佫无遐济的时阵，你要安怎去甲预防，要安怎甲解决？因为咱知影讲咱这医疗容易是全国上悬的，你若讲同款的确诊数去这个中南部，迄就无一定是安尼但是你即马伊就争取一寡即个头前的时间，看伊要安怎去计划，或者沙盘推演啦，讲万一若有的时阵，伊会使做啥物代志，莫讲时到再去想，想无的时阵就迄医疗的量能还是讲伊的病床数无够，这嘛是一种代薪来报数的概念。无毋对，因为咱的迄个卫生福利部有时伊有公家机关有到公家病院嘛因咧其实嘛有些咧做这啦但是你看全台湾有万几间诊所啦阮若甲遐亲近的啥拢甲照顾起来时阵当前的咱其实咱的迄个病床啥都袂遐尼遐尼紧张啊嘛所以阮已经拢一直咧准备啦但是你准备好势你政府若需要阮就去做你若无需要阮
吼，你若做下去，啊，反正阮都吼定时摆出来，看你要安怎甲阮使用嘛，安尼嘛吼。啊，但是阮爱先准备吼，啊，阮就是讲，这时代甲即嘛吼，啊，阮做医生像我吼，做超过30年的医生啊，30几年啊啦吼，嘛是讲无想讲我1世人会拄着即款代志啦吼，啊嘛是爱聊落去啊，啊一寡少年的咱嘛要甲鼓励伫的嘛吼，啊，搁一寡嘛是吼，迄个有年纪较大的吼，咱的长辈的医生吼，有诶其实因的身体无好嘛，是寡慢性病，所以吼，我嘛是希望讲吼，遐咱的迄个前辈来讲吼，伊莫伤操劳，啊，阮这吼算中国的啦吼，较拼的啊，带这少年的吼，大家甲这趟甲拼过去，啊，若拼过去，台湾安全啊，啊，头摆安居乐业吼，安尼嘛是大家欢喜的代志。是好，观众朋友，咱今来看吼，另外一个问题是长照机构内底的死亡案例吼，你嘛是共款，对5月23开始统计到29号，咱看到长照机构内底的死亡人数占所有的死亡人数吼，开始差不多拢伫要接近30%，也是讲超过的状况哦。也就是讲，长照机构内底，咱知影较侪老大人是住伫内底，共款有慢性病这个状况，所以伊的死亡人数占所有的死亡人数差不多30%左右。叶医师，亲像即款的状况哦，咱佫看到，就是长照机构内底嘛是共款有这个照护的人员，因嘛有可能确诊，若是确诊了后变做长照机构的内底的量能都无够。对，长照机构是上危险的所在，所以大部分的国家第一波咧拍预防针的时阵，拢咧拍遮的死大人。是。对，啊，英国其实是在2020年度开始咧就重视遮的在安全，要安怎甲遮的死大人甲伊保护起来，所以遮的老人其实无法度甲因的囝孙来斗阵食饭，安尼会情形啊，会持续了差不多2年，对，所以甲因拢关起来，啊关起来以后，啊会甲伊接触的人都是遮的员工，所以员工进前是每一工咧上班的时阵拢爱快筛，才会使去上班。啊，遮的死大人是每一个月拢爱做 PCR， 但是因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这个镜头，都爱紧来做 PCR， 这是一个较无共的所在，因为 PCR 就敏感的，会使足紧把这个病毒给侦测，给抓出来。是。啊，一旦有这个问题的时阵，都会使用这个较侪这医疗资源啊，甲遮的死大人，遮就脆弱、身体就虚、就无好的人来去做进一步的照顾。所以其实英国遮的措施有3个重点，一个是员工每一工拢爱快筛，但是4月以后，因为伊拢解封去啊，所以伊嘛无感觉这最重要，但是嘛是维持一礼拜爱2届的快筛，这是员工的部分。啊，遮会注明每一个月拢爱做 PCR， 啊有镜头的时阵唔免快筛。直接做 PCR， 因为伊上准，嘛会使较紧把这个病毒抓出来，啊，较紧会使用药啊，这是英国一个措施。所以其实比对台湾的数字，台湾的数字是分母，我家己的感觉应该无遮少。哦。所以阮的死亡率其实应该无遮悬，是分母的部分，阮应该无抓出足侪的确诊的人，因为阮无咧做这个定期的筛检。哦，是。啊，咱看到新闻面顶咧讲吼，即马因为长照机构内底照护人员嘛有确诊吼，若是骹手无够的状况，可能会考虑甲已经确诊的遮的照护人员叫倒转来，互确诊者照顾确诊者，即款的手路敢会当做咧？这是应该是无问题，对。伊确诊了后康复啊、好去啊。遮个人其实相对是较安全的人，因为伊拍了3剂预防针，佮确诊 Omicron， 即马拢是是 BA.2 嘛，差不多 BA.2 为主有小寡淡薄的 BA.4 甲 BA.5 啊。以全球来说，其实遮个人的保护力跟免疫力其实是会当维持一段时间的，所以遮个人其实是足好用的。哦，对。哦，好，安尼周医师，咱拄则伫报道内底看到一个负责人吼，抱着伊的囡仔吼，临时找无人吼，伫遐咧哭。咱知影即摆大病院内底上主要的焦点是高风险、重症甲幼囡仔吼。亲像即款的状况，因有一个 SOP， 伊无法度大声去处理
急诊的人吼，这的状况安怎解决，还是讲咱这厝内的人安怎面对较好？因为我头拄我是看迄个新闻啦，吼，讲吼，迄个高医的吼，高医的即个吼内底有人有来讲嘛，讲吼，啊伊迄个囡仔伫遐的时阵，啊伊咧急救另外一个嘛，啊咱伫迄个急诊室内底就知影嘛，吼，你当时来毋是讲咱先来先看呢，咱会看讲倒一个吼，较需要你马上要甲处理嘛。吼，伊有分几啊级别的嘛吼，啊，比如讲啊，即个人咧插讲啦，即创啥吼，啊，我当然我就无时间去照顾别人嘛，因为我头拄有讲过吼，咱对这吼囡仔这小儿科的投资伤过少，人数吼嘛无够，啊，设备嘛无够，吼，你保养时啊，因了真崩是拄啊好，啊，即马加出来吼，就迄真麻烦伫的啦吼，啊，其实我感觉讲吼，若真经无法度通看的时阵吼，其实爱甲讲，也是讲吼，咱爱去别位看，是甲送位别位去安尼啦，啊，伊若踮咧空等的时阵，其实伊内底吼，伊的爸母的心内吼，伊会真吼，对，因为伊毋知影内底有啥物代志嘛。伊若知影讲内底吼有人的囡仔比我较紧急吼，其实伊会当谅解。无咱吼，看讲甲送位吼，甲联络看卖讲送去到倒位吼，即马会当有会甲伊处理的时阵吼，啊，对这爸母来讲吼，可能吼伊的心理会较好过。啊，若正经讲这囡仔吼需要讲。吼，正经爱去马上甲处理的时阵，啊嘛较袂延误去啦吼。但一般吼，咱咧了解吼，逐个吼囡仔吼拢惜命啦吼。所以囡仔有小可安怎的时阵吼，逐个拢感觉讲迄异常急就对啦，吼异常重要就对啦吼。咱毋是讲即个囡仔伊无重要，只是讲吼有时啊，迄大人的感觉吼，伊会甲放大啦。哦。啊，但是囡仔咱伊就袂晓讲嘛。啊，伊放大是对的，就是咱会使较细腻的嘛。啊，问题就是讲，啊，咱即摆咧甲一个囡仔，伊咧甲急救咧插讲，啊，我敢要甲即个放落来去甲你看你这个，迄无可能的代志嘛。啊，但是咱会使做，就是讲，退去找讲，即马有法度。吼，会使甲处理的，即个吼场所伫个倒一个病院吼，啊，甲安搭吼，安尼互伊吼，即个囡仔，若讲伊若毋是正经遐要紧去遐，若看落去，妈妈嘛较安心嘛。莫讲点仔哭，咱看，咱有时啊，看到安尼，啊，逐个嘛心酸咧吼，逐个拢有同情心伫的嘛吼。所以吼，我感觉吼，即个吼是，咱啊医疗的迄个场所伫个吼，咱一定是去救迄个上危险的，爱去处理的。啊，你比如讲，一个人咧发烧，但是伊发烧也真厉害。古早人讲发烧就会啥物会安怎会头壳会歹去的吼。啊，迄就是讲古早人伊的迄个观念。但是囡仔人伊会救紧啊吼，6岁以下的吼，迄发烧会救紧，迄嘛是真恐怖。虽然咱看起来应该还好，但是看起来吼，迄咱的迄个时大人吼，看起来一定会是足不忍心的。所以咱要甲安搭、甲安排。吼，你若会使甲这处理好势时，咱社会上较袂讲，你话即个新闻出来的时讲啊，即个时大人就讲啊，我后摆我囡仔我若送去急诊，可能我嘛看袂到啊，我要安怎咧？啊，开始就紧张啊嘛。即个人的心理吼，即社会不安啦。是。吼，所以咱即摆有啥物，若拄到这个时，有时啊吼，咱无想遐尼济不要紧。即个代志，互咱吼一定有一寡教训伫个吼。咱就知影讲，若安尼的时阵，咱要安怎去做，会较早有较圆满。吼，或即个囡仔嘛，即摆来讲去看，其实伊无要紧，啊，但是咱爱互伊看到。啊，伊若讲哦，照新闻讲的讲，我等2点外钟，其实吼，这2点外钟会使做足多代志嘛。是。吼，啊，所以讲，咱嘛无可能讲吼，啊，你急诊室无够，调病房落，人病房嘛咧照顾其他。其实吼，咱伫咧病院上班的时阵，拢足无用的啦。吼，我一去内底的时阵吼，哇，无用甲安尼。你讲啊，我搁拨一寡时间。去从这吼迄个增加的代志，啊，我本来工课就无人做啊嘛。是。所以吼，迄高医是医学中心啦，迄是我嘛是为遐毕业的啦。我感觉讲，咱这以前伫遐时阵吼，我感觉伊个内底咧迄个医生吼，啊，甲迄个咱的人员吼，其实咱拢伊甲爱迄个，我伫遐受教育的吼，拢感觉咱遐关心病人。吼，拢是爱以病人为主吼。其实逐个医疗人员拢是安尼咧想啦。啊，至于讲伊咧急救的时阵，伊嘛毋知影外口有即款代志啊。对。你嘛毋知啊？吼，伊若知影，伊讲哎呀，无你吼安怎？注心伫目前的代志。对啊，啊，这头前都已经迄个注重袂了啊。你搁叫伊分心，啊，咧即边若有啥物闪失啊，你要对人安怎交代嘛？是。所以这其实吼，咱会使吼讲万一有安尼的时阵，啊，要安怎互即个妈妈啊带去吼一个所在，还是讲有一个带去一个医生，会使甲看的时阵吼，伊会较安心安尼啦。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转来讲囡仔吼，咱来看台湾幼囡仔动静死亡的这个分析，咱看到动静20个内底吼，有9个是脑炎，吼，其他是白肿。
死亡的10人内底，嘛有5个人是脑炎，2个肺炎吼。叶医师，咱台湾即款的状况吼，前几工仔捌讲过，就是台湾哪亲像顶仔动静内底吼，脑炎的比率有比别人搁较悬。咱即马敢知影是为虾米？以及咱处理的方式会当安怎做咧？对，台湾脑炎其实真正是比别个国家搁较侪淡薄啊，但是即摆的原因嘛无讲足清楚的，就相关的专家都即摆拢咧做研究，所以阮希望是差不多一段时间以后，阮会知影这是答案伫倒位。意思是讲，咱即摆数字要就是资料也无够侪，对，无资料，那即摆咧收集这些资料，在做这些研究，可能是这人种的关系嘛，可能是别的原因，即马搁咧找，但是真正是一个较特别的情形。因台湾的脑炎真正是有较侪淡薄啊。是，咱即马家长看到即款的状况吼，侪囡仔要开始注预防射吼，本地无想要做的嘛，赶紧要做。咱囡仔注预防射的效果是安怎？咱做预防射来避免这个是重症啊、甲死亡是其实是足袂歹，差不多94%甲97%的有效的有效性，差不多真正真足好的。但是阮即马开始嘛爱较注意。真正上需要预防射的是遮临床脆弱、身体无好的遮的囡仔人，所以遮的囡仔人一定爱做，爱做好做好满。那莫过来去经这个预防射，因为你即摆的风险是真正是足悬的。你预防射是爱感染以前就爱做啊，莫等甲感染以后再来做，迄叫做第2档，对，迄是有小较袂赴安尼，所以厝内若有这身体无好的这囡仔人是上需要第一个去家做好做好满，有身体健康嘛建议爱较紧去做，就爱赶咧感染以前来去家做好做好满，遮身体无好的人其实。第1档甲第2档的间隔，其实会当够缩甲较短。哦。就其实英国就针对遮的人的12礼拜缩甲8礼拜，澳大利亚为8礼拜缩甲3礼拜，还是4礼拜，看你是拍倒一种的预防射。缩短了保护力的数字敢有改变？对，伊是安尼的原因是第1档以后甲第2档，你若拖甲伤久，你会出现一个空窗的那个期，你的遮的这保护力会降低，降低到差不多2到3礼拜，这个保护力可能是无好，还是无够，尤其是对遮的这身体无好、免疫无好的遮的囡仔人是较明显，但是对健康的囡仔人其实是无差，对，所以当然针对遮个身体无好的人，其实这个间隔会使考虑家较缩到差不多8礼拜2个月，差不多是一个较袂歹的做法了。周医师，拄则叶医师讲，这个临床脆弱的囡仔吼，若是用咱台湾具体的状况，咱知影台湾足侪囡仔有这个下骨啊，还是讲有过敏的体质吼。台湾来讲，咱讲遮的这个临床脆弱的囡仔吼，是啥物款的状况？较济。伊这囡仔吼，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吼，最注意方式。你想看觅吼，咱时大人、老大人吼，住搁较少吼，若是有镜头出来的时阵，咱有药啊通好食。咱即摆吼，临床上吼有2种迄个吼抗病毒的药吼 ，Paxlovid 吼，伊都爱12岁以上才会使食。迄个莫拉皮勒亚吼，伊都爱吼18岁以上才会使食。所以迄囡仔12岁以内是无迄个抗病毒的药啊通食呢。咱若比如讲，像刚才讲中投机构的迄个。老大人，伊若讲写资料无够，但是咱已经有镜头的时阵吼，咱随家药用落去。头拄有讲啦吼，讲咧做 PCR， 其实咱吼伫咧迄个5月初5的时阵吼，就开始哦。咱若讲吼，一个中投机构内底有一个人，伊 PCR 是阳性的人，其他的人若是讲吼，迄个快筛吼是2条线阳性的时阵，就免做 PCR， 大家动作较紧啊啦。所以其实我照顾迄个几个机构吼，有诶吼，拢已经规个拢调过啊啦。哦，就是一个机构吼，拢总调啊啦。我有一个机构吼，伊就是有2个去大院，吼，一个有转来，一个无转来。
吼，啊，另外一个就是确诊了无偌久，还未带伊就过身去，但是迄年纪拢足大，而且吼，伊迄就是一种安宁的病人，就是讲啊，其实吼，伊迄就是无爱急救啊。迄个已经是伫个病情来讲吼，伊本来迄个病情来讲都是无救回来的希望啊，所以伊个家属嘛拢知影。其实遮个吼，遮其实伊嘛是有注意，但是起码比你喺迄个后手讲因内底照护员吼，内底确诊，其实吼，伊迄规间拢确诊过啊啦。啊，你确诊过，已经过7天过啊嘛，讲甲即摆会使免隔离啊嘛，所以我有几个机构，有迄几个机构，伊即摆内底拢算。我看起来讲，敢若安全啊？为什么？每次拢丢过啊！超过遮第一期的期间内底，伊就真安全啊。好啊，但是有还未爆发咧，咱就要注意。啊，这囡仔人吼，咱头都有讲过嘛，就是讲，伊即摆写拄仔才开始做。对。啊，你做了吼，嘛爱第一期，啊，搁一个期间第二期吼，啊，才有慢慢有爆发咧伫个。啊，即摆丢的时阵，伊搁无药啊通食嘛。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啦吼。所以吼，进前吼开始讲咱 BNT 囡仔还未买着的时阵，有摩登啊。吼，啊，就有一寡人讲吼，哇，你遐夭寿吼，吼，你要甲囡仔做摩登啊，迄副作用足大。我定咧讲嘛，讲吼，其实吼，你即马咱即马巴肚枵啊。啊，我冰箱有啥物菜摕出来煮的嘛？啊，你莫讲枵到无通食，要搁等讲小等有山珍海味嘛，对不对吼？你若讲吼，即马会当做的代志，咱就先甲做。啊，迄阵吼，因为囡仔的迄个确诊数吼较少，是，动静较少。哦，大家就在那咧惊咯，啥？啊，即马无啊。哦，啊，即马 BNT 嘛入来啊，哦，大家就抢要做啊嘛。事实上，莫德纳甲 BNT 拢是 mRNA 疫苗。是，啊，但是一般来讲，咱拢知影讲。较治疗较无爽快，吼，可能就是迄个莫德纳啦，吼，就讲啊，做完了，哦，佮比如讲较会发烧啦，较会规身躯酸痛迄，啊，逐个拢听囡仔嘛，啊，想讲反正吼，即摆啊无遐急，我就等一下嘛，啊，但是即摆来讲，疫情开始的时阵，我看逐个讲啊，有啥物就紧甲做啊嘛，吼，啊，所以即摆吼，像台北市啦，吼，本来吼，咱去甲迄个小学生啦，吼，要做吼，本来是可能爱做几啊礼拜才做会完哦，但是即摆吼，伫迄个。啊，咱的迄个5日节进前吼，可能吼，今仔日吼开始吼，大家吼拢在拍拼做啊，吼，大家这诊所的医生啦，个啥吼，那下诊的时间吼，大家就去斗3工，可能伫第一期间内底吼，紧甲这个冲起哩安尼，吼，因为囡仔吼，伊就无法度嘛，不你就无药啊通好食嘛，吼，啊你但是你吼，即马不管啦吼，健康的人也好，无健康的人，啊，但就爱迄个较。脆弱的人，吼，譬如讲有先天吼免疫系统有问题嘛，吼免疫系统有问题，还是讲有啥物先天性的迄毛病，吼心脏病诶啥，迄咱吼爱优先甲处理啦，吼免吼莫讲吼哦，因着爱搁去讲排列咯，去创啥尔吼，这是较无忍心的啦。啊，健康的人当然咱嘛是鼓励伊做啦，因为你加做一支就加做一支的保险嘛，吼。但是这囡仔人吼，因为迄阵无想讲像顶下迄德尔塔吼，我敢若足毒的嘛吼。啊，结果吼，咱德尔塔咱无大流行，但是足侪囡仔幼稚园，啊，讲丢也拢无安怎。你感觉讲吼，伊这德尔塔敢若对囡仔袂歹，吼啊，但是这奥密克戎，原来这台湾吼，这个脑炎的哪会遐侪吼？啊，其实伫1998年的时阵吼，迄个时阵有一摆迄个叫做长病毒70型，哦，迄阵嘛是足侪脑炎的啦，迄阵的死亡率才6%。哦，万分之6，嘛算真悬哦，可能比即马更加悬哦。但伊个吼较无共款，这发炎较厉害。啊，咱头拄也必须有讲哦，一寡乌素啦。我嘛看有个人讲吼，啊，伊也无摕迄快筛互我看，伊就讲其实吼，啊，伊就已经家己吼自我隔离完啊啦，啊，伊也无去报啦。哦，伊讲啊，要去做 PCR 啊，做完，吼，伊就问我讲，啊，我若 PCR 用成了，啊，药也无共款无？我讲，啊，就拢共款，咱嘛爱照实甲讲嘛，因为伊也毋是高风险的，伊也免食迄个抗病毒药。伊讲，啊好，安尼无我家己踮咧厝诶休困就好啊，伊也无爱去报。啊，所以遮个人吼，那甲算算诶吼，啊是讲有诶人伊就讲，啊，反正我就莫采检嘛，毋知影好了了嘛吼。所以咱即马知影诶吼，比如讲100万人。啊，到底迄个咱莫讲乌素啦，就是讲即个吼爱偌济吼，其实真歹估计伫。周医师讲到这，咱即摆来看一个数字吼，咱来看囡仔人0岁到9岁，咱即摆有17万人，17万的囡仔去确诊吼，其中中重症是0.03%咯，咱即摆死亡是6个人。死亡率是0.003，这个意思是10万人内底吼，会有3个囡仔来不幸过身。根据这个数字来看，咱即摆17万人确诊，有6个人死亡，是差不多同款。不过叶医师拄则讲到 Omicron 甲 Delta 病毒对囡仔的攻击性无同款。你的资料敢是安尼讲？
好，这英国咧正话的时阵，就足紧张的来看讲，到底这个 Omicron 甲 Delta 倒一个较严重，是毋是 Omicron 真正对囡仔人较严重？阮知影 Omicron 对于这4大人拢较轻啊，这是无啥物问题，所以这数字都是比1搁较低。啊，比1搁较低的时阵，就是甲你讲，这是较轻啊。但是阮这有分较劲过，啊，甲无较劲。啊，说较劲以后来看，其实唔管是你看倒一个年岁，其实 Omicron 拢甲 Delta 拢比 Delta 更较轻，囡仔人嘛是共款。啊，这是英国的资料，但是阮台湾即马看到较侪脑炎，啊，这时阵阮台湾都爱做较侪嘅研究，来甲全世界来分享，讲即马是啥物情形。对，但是阮看外国的情形是 Omicron 拢甲 Delta 比 Delta 更较轻，啊，囡仔人是0岁到4岁的时阵是甲 Delta 共款，拢对遮的人是足轻的。是。啊，咱即摆看囡仔人开始咧注意风险，可能要一段时间才有保护咱吼。虽然即摆咧拼，大家拼咧做吼，毋过外国预防针掠外有啥物手路来保护咱的囡仔人？对，即摆的时阵，就是阮预防针嘛做，但是阮爱其他的物件嘛，我要较注意的。所以这是澳大利亚在校园里面的这些保护的措施，较5个。第一个是大人爱甲预防针拍好来拍好膜，来间接来保护这个囡仔。对，啊，再来就喙炎是有效的，但是喙炎爱搭配这个通风。对，通风的这个时阵其实最重要的。阮看到 Omicron 其实也经过这个气溶胶来去传播，所以通风其实对 Omicron 是最重要的。因为一进前在武汉株的时阵，你看喙炎遮个物件其实就安尼都有够啊。但是到 Delta 以后，这传播力诺值开始超过7以后的时阵，你的这个通风就最重要的。即马台湾我应该来去加强这个通风的 message。再来就是这个爱降低4代的时间，你会使上课，你会使伫咧公园啊，遮的时阵，遮通风较好的时阵，你的传播就会较低。来，第2个就是这个快筛来裁剪。啊，英国的时阵是用每一个校的囡仔人，每一个礼拜拢会使快筛2届。啊，这钱是政府来去出的，所以因无甲这个校关起来，以后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拢会使快筛2届。啊，快筛有阳性的这个囡仔人，就爱伫厝来隔离，啊，别个人继续来去上课。是，啊，这是因的措施。是。就医处咱看到指挥中心嘛有宣布讲0岁到6岁的囡仔吼，即摆每一个囡仔会当分5支快筛剂吼，这嘛是用分流的方式来处理。啊，你的了解是安怎？因为咱即摆吼，你讲实在啦，咱囡仔即摆咱有一寡死亡的案例嘛吼，那出来的时阵，那家长一定无放心嘛。啊，无放心的时阵吼，你还有一寡物件嘛，吼，比如讲，伊若想要快筛的时阵，伊若买无咧。吼，啊，买无伊嘛是心内紧张，毋知讲家己囡仔有啊无嘛吼，啊，所以你物件爱互伊，物件互伊的时阵，啊伊咱互伊知影讲要安怎去做，吼，啊做出来的时阵吼，那有啥物较紧的时阵，伊会使第一段时间吼，就会使有做反应，比如讲找诊所医生较紧了后，啊，阮甲评估，比如讲我看这个囡仔讲，哦，啊你这即马较紧，我甲你通报，但是你即马爱去带伊，阮会看讲伊即马状况啥物款，吼，啊第一时间吼，就甲送去病院内底，还是讲啊好，你即马吼，你即马无要紧，但是这7天内底吼，你有啥物代志，我逐工会甲你吼，甲你请安吼，看你有安怎无，啊是你有啥物代志，你伫咧迄个顶悬吼留一个迄个吼，迄个话题，我就甲你处理吼。啊这吼在早期吼，咱爱知影讲这囡仔一个变化足紧的时阵，咱有啥物代志的时阵，紧就是送去后壁。吼，啊送去咱的迄病院的时阵，通处理。这起码上惊讲吼，伊变化真紧的时阵，啊，父母毋知影。哦，比如讲咧困，伊嘛毋知影，啊，父母嘛爱休困啊。敢讲吼，伊安尼遐侪工拢安尼，目睭紧紧伫咧边仔爱甲照顾，啊，动嘛动袂掉，吼。所以咱即马即种分流啦，吼，就是讲吼，甲一寡迄个吼早期咱来发现讲吼，即个囡仔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吼，咱会使甲处理啦吼。其实我之前有照顾一个囡仔，敢若8个月大啦吼，啊伊就是较近了吼，伫咧厝的内底。啊，其实因爸爸妈妈嘛较近啊，啊因就反正伫咧厝内底，我逐工我就甲看讲，啊你今日有安怎无？啊因爸爸妈妈讲有啥物代志，伊就问讲哦安怎吼，啊伊即摆状况有需要做啥物代志无？
啊，到尾啊因吼，拢迄个隔离了、健康了吼，就是已经吼即马恢复正常啊嘛吼，啊，大家拢好势好势，啊，其实嘛真感谢讲啊，咱吼即个有一个医疗的，咱即个制度内底有即款的机制吼，会使吼互因放心。啊，其实个囡仔，我看嘛是轻症啦，无啥物镜头啊，照顾对我来讲，我嘛是轻轻松松，但是对伊的心理来讲，吼，即个爸母吼真难定，因为家己嘛是算较近的人嘛，因家己嘛爱休困啊，吼，所以吼，即个咱吼医疗一定爱大家来分流啦，吼。伊古早吼，迄病例真少的时阵，你病院吼，你看一工甲偌济人尔，咱的迄个病院对不对？拢会使照顾好势嘛。啊，即码无可能。是讲囡仔人中症要反重症的时阵，有倒一寡症状爱特别注意。无，伊其实吼，阮毋是讲干那阮咧看尔，阮都比如讲分一张单互伊。吼，比如讲吼，发烧41度啊啦，吼，这是一个，也是讲吼，伊会较喘，吼，也是讲伊啉水啊拢无放尿，吼，拢尿拢变足少的，吼，也是讲吼，迄个敢若要昏倒去，这其实爸母拢知影嘛，伊讲这囡仔吼活动咱也较少啦，吼，也是讲吼，伊个指甲啦，会喙唇，毋是迄个吼变做迄个较紫色的即款吼，吼紫色的即，伊就是毋是缺氧。吼，即款的吼，咱嘛是要有爸母知影，因为伊就是点仔咧看嘛，但是有时啊，伊看袂准，我会使甲阮讲嘛，吼，但是半暝有时我无伫，我嘛无可能24小时咧甲讲，咱也会知影讲，你即张表你看着，然后找着医生，问医生，找不着医生的时阵，今日你就头去安尼，是，吼，咱就是爱有，嘛是爱甲教，毋是讲干那医疗电话啊，咱还要互爸母知，咱互一张简单的表，爱去对，安尼嘛会使，是。多谢现场两位来宾甲线顶的来宾，咱台湾新港界明仔载再会。